香港嘅朋友仔想向中山置業，又要夠晒氣派，今日帶大家過嚟睇下誠心半山豪宅傲峰天馭。響中山市區黃金地段，出入都好方便㗎。無論係醫療啦、商場啦，以及學校啦，所有嘅配套應有盡有啊！住喺呢一個超低容積率嘅1.5半山樹區，擁有超闊嘅樓間距啊，採光通風一流，住喺度夠晒舒服啊！而家咧項目咧正式加推咗呢個11棟啊，每平方咧只需要1萬蚊出頭咧，即可以擁有港澳精工嘅精裝交付嘅單位啊！仲有啊，我哋幫你申請埋全屋家電大禮包基金添啊！而家我就向104方呢一個交付標準嘅樣板間啦，咁咧全屋咧配備品牌瓷磚，以及呢個品牌嘅空調咧都俾埋晒你添。廚房嘅櫥櫃啦，以及廚房3件套咧都係國內嘅一線品牌，交埋俾你啊！而家咧香港個朋友仔咧嚟大陸買樓咧都可以作為按揭嘅啦，而且咧首期咧只需要15%啫。咁咧而家銀行嘅雙貸利率咧只要3個點咋，有興趣嘅朋友仔咧都可以過嚟諮詢一下我啦。跟住鏡頭，我哋一齊睇下項目嘅周邊啦。從傲峰天馭出發，只需要5分鐘咧就可以去到呢個香港搭上落個巴士站啦，60分鐘咧可以直達香港。從項目揸車出嚟咧，只需要8分鐘咧就可以嚟到呢個 Top Park 嘅富日商城啦。咁2樓呢邊咧仲有香港人最熟悉嘅吉之島商場啦。呢度嘅生活用品咧同香港係一樣嘅，所有嘅生活用品都一應俱全啦。喺呢度就可以享受到同香港無縫對接嘅生活啦。商場咧仲可以用手機 APP 咧落單啦，送貨上門直接到屋企，非常之方便㗎。想了解更多詳情咧，聯繫我啊，帶你去睇樓。